再來看這嘉義縣的大埔鄉呢，就佇個曾文水庫的邊啊。其實在地發電攏是靠這座水庫，也毋過因為今年到冬其實攏無啥落着雨，這曾文水庫的水呢，即馬已經存無一成，所以觀光船是袂當賽入，也影響到大埔的觀光產業。來到曾文水庫，水庫水位是直直落，有的所在甚至已經無水，予下底土地已經發草，成做規片的草埔。水庫邊啊，就是嘉義縣大埔鄉在地船長就講。甲有水的狀況比起來，今年水庫無水的情形，確實是差真濟。安尼差真濟咯，嘿，上甜甲咱的230水位，甲咱的這六角亭的2樓，嘿，通心橋迄邊是要甲甜甲迄個通心橋面頂。受到無落雨影響，曾文水庫目前的水量存無一成，配合水庫起的碼頭吊橋這個景點，看出去攏是水庫下底的土瓦。除了影響在地民眾的交通，嘛影響到觀光產業。都是靠這個水庫在吃飯的，所以都會影響。對，而且遊客也少蠻多，因為其實遊客來都是要看這個水庫的風光啊，看到沒水，然後都很失望，然後就會走了這樣子。是攏會影響到，包括釣大一寡要去對岸的交通船，較無方便。是安尼，攏愛擱設一年。村民就表示，舊年6月的時陣，水庫閣無像即馬這種狀況，惡夢刷落來的黃霜雨會當解決水庫無水的問題，嘛互大埔鄉在地觀光產業會當繼續來維持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